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nd-to-End Quant 功能教學嘅第7彈。今日我哋一齊嚟了解因子研究功能嘅重要性同使用方法。喺量化策略中，因子係指能夠解釋或者預測資產收益率差異嘅可量化特徵變數。你可視其為一個評分項目。策略通過將多個因子按照特定權重加總，得出最終得分，從而決定投資標嘅同埋權重配置。當你進入 End-to-End Quant 因子研究模組之後，系統預設顯示系統因子類別，其中包括美股因子同量價資料庫。點擊你想了解嘅因子，即可進入此因子嘅詳細介紹部分。因子詳情將會呈現整體同埋年度績效，並提供 IC 分析指標。喺單因子績效收益區域，收益評估展示咗成個運行期間嘅收益詳情，仲包含咗一個5維評分圖，展示此因子嘅綜合能力。此外，仲有收益分佈、最大回撤分佈同埋換手率分佈等數據。想對比多個中意嘅因子，因子績效對比功能將喺你勾選2個或以上因子嘅時候啟動。點擊之後會生成同策略對比類似嘅多維度對比報告。經過多方比較同篩選確定所需因素之後，請勾選所有因子並點擊一鍵生成策略。喺下拉選項中選擇好策略類型，例如線性策略或者 AI。略點擊之後，系統將自動生成包含呢一啲因素嘅策略。最後再點擊立即查看，即可喺 AI Studio 中檢視策略詳情。恭喜你成功掌握因子研究嘅使用技巧，輕鬆生成包含你中意因子嘅量化策略。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唔定期更新 End-to-End Quant 功能介紹，敬請關注。End-to-End Quant 你嘅講美股 AI 量化助手。